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香港教練文化協會嘅副會長 Anthony 鄭志強，好高興咧今日我哋嘅YouTube 系列節目《教練之心》又同大家見面。今日係第5集嘅部分，咁咧就喺我側邊嘅係資深嘅教練 Miranda。喺早幾集咧，阿 Miranda 同我哋分享過 Academic Success Coach 啦，咁 Playful Parenting 啦，咁同埋係 Mindset Coach 嘅。咁而喺當中咧 ，Mindset Coach 扮演嘅角色好重要，因為即係 Mindset 嘅轉變先至可以去係支援到其他嘅部分。咁其實阿 Miranda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即係 Mindset 嘅可以點樣促進持續根本嘅改變？有啲咩嘅要素咧？好嗱，首先咧，嗰個客人一定要願意改變啦，同埋佢哋相信自己，佢想定咗要改變嘅嘢，佢一定會做得到嘅嚇。咁另外一點咧，就係佢一定要愛自己，因為咧，如果佢唔能夠好好照顧自己、錫自己、接納自己，無論自己而家喺個狀況係幾差都好啦，佢唔能夠包容、唔能夠接納咧，佢係好難開始去改變。所以第一步一定要愛自己啦，完全去接納啦。咁跟住咧，佢就能夠開始慢慢有信心，相信自己啦。咁佢開始有行動改變嘅時候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將嗰啲新嘅行動變成一個習慣。另外其實會唔會仲有即係一啲嘅提醒啊？提醒係指關於啲咩？即係愛自己啦。願意創造自己啦。當然啦。嗱，因為當你去建立個新習慣嘅時候，你個生命就完全一個新嘅境地啊嘛。咁就要創造，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嘅量子力學裏邊嘅就係你嘅生命其實自己創造噶嘛，係咪啊？咁你要相信自己又定咗個新方向嘅時候，你咪可以創造到新嘅嘢咯。新嘅嘢就係首先要好錫自己先。點樣為之錫自己、愛自己咧？就係覺得自己好嘅，覺得自己好珍貴嘅，哪怕我做錯嘢咩唔緊要，我再嚟過，再去做，咁跟住就可以行出你嘅新天地啦。咁有人話知道啊，佢會做啊，但係點樣去建立個習慣咧？我哋成日都話，就係你建立個習慣，其實好簡單嘅啫，唔需要21日，係其實幾秒嘅時間。我哋會教同學咧，做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 anchoring。掛鈎，譬如可能嗱，你唔會起身都會問自己我今日要刷牙，或者我係要去完廁所咧，我就會刷牙，或者洗完面我就刷牙。你唔使提自己啊嘛，因為你已經係慣性動作啦，係咪啊？咁我哋就可以將一啲你想變成一個新習慣嘅行為咧，將你日常會做嘅嘢掛鈎。譬如話，當我一擺低隻牙刷咧，我就即刻去睇書啦，因為我想建立睇書嘅習慣。我睇5分鐘咁，你嘅行動就係一放低個牙刷，或者係我一放低個牙刷咧，我就去做運動啦。我就起碼着嗰對鞋先。我有冇做到，或者我只係做5分鐘唔緊要，起碼我放低隻牙刷，我就會着鞋。咁呢個係我哋叫做 anchoring。你將呢個新嘅行為去同之前一啲你成日用嘅行為，或者係你好容易嘅行為，即係話總之我一起身飲咗杯水，我就着鞋運動啦。咁你就飲完杯水，放低個杯水個下就去。轉頭就咗行，咁又會容易建立你嗰個習慣好多㗎。你提到係愛自己啦，願意創造自己啦，養成習慣啦，同埋係即係去相信自己啦。咁必須要愛自己，然之後先至會可以相信自己。咁如果有啲人可能因為各種嘅狀況未能夠好愛錫自己，或者係即係了解自己嘅狀態，咁可以啲。呢個非常好嘅問題啊！嗱，Louis C 本書曾經提過咧，其實我哋好多人都唔識愛自己，或者我哋成日都話要去愛人哋，就唔記得咗自己嘅。咁 Louis C 就提過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你要愛自己咧，首先咧，你去做一個鏡子練習。每日咧，你就同自己對住個鏡講：我好愛我自己，話我好中意你啊，我好錫你。初初對住個鏡頭講，你覺得哇好怪啊，我都講唔出嚟。但係慢慢講下咧，如果你能夠入去心講咧，係完全兩回事。我想問下咧，就因為有時有啲人或者唔同嘅時間、唔同嘅階段，可能都會覺得自己嘅價值低啊，唔值得愛，唔值得被人哋錫，唔值得，即係總之係唔值得啦。咁自我否定嘅時候，咁呢個鏡子練習之外，會唔會都有效㗎？一定有效，因為你真係用心去講，你相信去講嘛。咁譬如你頭先話自我價值低好常有嘅，就譬如頭先我講，可能你嘅童年創傷啦，
係咪啊？或者你父母成日逼迫你啦，話你讀書唔夠好啦，同兄弟姊妹比較啦，或者你自己嘅妄自菲薄啦，做咗明明99分都係執着嗰1分啦。咁呢個好常有嘅，所以我哋成日都同自己講，我係好值得擁有最好嘅，我係非常珍貴嘅，我係上天俾我一個好好嘅珍貴生命，我係一個非常好嘅寶貝嚟嘅。哪怕我做晒啲壞事，只要我生存一日，我都係一個非常珍貴嘅一個人。即係願意開始去接納自己，去關心自己，去愛自己，對自己講一啲即係正面愛嘅説話，令自己嘅即係價值感提升。嗱，可能你之所以覺得我係咁講就會價值感提升嘅啦咩？咁唔會㗎，但係你可能會舉例啦，你可能又慢慢由你嘅內在小孩，譬如好似我講個童年創傷，咁我睇到哇，成個冥想裏邊見到係所有人擁住你，好想俾愛你，好想令你生存嘅時候，你就覺得自己真係珍貴。咁可能你係要做下唔同嘅靜坐啦，做下唔同嘅內在小孩練習啦，因為呢兩嚿嘢都係好大嚿，要慢慢做嘅，唔可以三言兩語講到啦。咁你就話啊，我點樣可以相信自己咧？或者我呢度可以舉一個例嘅，同學生有關嘅啫。我記得咧好多年之前啊，咁佢哋咧就係有一日突然間攞出一個元素表 sin cosine tan 唔係元素表 sin cosine tangent 幾何三角嗰啲係咪啊？函數應該係叫函數，因為我哋唔識講嗰啲嘢中文係咩？咁跟住咧佢攞出嚟，我就我幾十年都冇見過呢個咁嘅9格嘅 sin cosine tangent 嗰啲表咧，30度60度嗰啲啦嚇。咁我話係啊，我對住佢背咗2日都唔得啦咁。哇，得啦，2分鐘背到唔得，2分鐘點背啊？都係背2日。對話，學生覺得即係冇可能係短時間學得識。我話得咧，2分鐘唔得啊！嗱，你呢個調轉咯，呢個都開方咯，呢個咪加個 square 咪係咯，係咪啊？睇唔睇到？睇唔睇到先？睇到。2分鐘唔得咧，試啦。2分鐘後記到90成。第2個禮拜見到我坐低，背嗰個表嚟下，唔得啊，媽冇溫啊！得咧，坐低2分鐘寫100%，佢自己都唔相信。即係其實係願意去相信，無論攞唔到100分都好啦。其實就係有一個即係開始，佢願意行動，願意行動，願意行動。我叫佢做，佢肯做，佢肯做肯試，背唔到冇所謂㗎，咪再試咯，係咪啊？咁我教咗佢方法，咁佢明白個方法，一理通百理明。方法緊要，行動最緊要。係啦，咁慢慢建立咗，每次我都話我冇幫你頭先，冇啊，你自己做過100%係嘛？咁慢慢每日少少累積呢啲咁行動，佢咪相信咯。即係我每日對住個鏡話，我真係珍貴，我會覺得越嚟越順利喎。係喎，啲人真係對我好喎。今日我又遇到啲好嘢喎，個好靚嘅早餐喎。咁你咪慢慢覺得自己珍貴。你嘅分享裏面咧，我喺腦海裏面有幅圖畫，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一路都覺得自己唔得。跟住咧就越唔行動，越覺得困難，慢慢就越自我菲薄，慢慢就越即係鑽牛角尖。咁但係如果願意去相信自己，願意去行出一步愛自己嘅時候，即係去面對塊鏡，去多啲去讚賞自己、欣賞自己、愛惜自己，慢慢咧就即係會有啲嘅提升。即係呢個分野好落差好大啊！即係一個願意相信自己嘅。簡單舉動，如果持續嘅時候，其實可能可以係，即係或者好大程度上都會係提升到自己愛自己嘅，同埋相信自己嘅程度。相反起，即係咩都唔做，慢慢自我菲薄嘅時候，佢會去到另外一個極端。咁我覺得真係好難得。係啊，同埋呢個咧，佢永遠唔會係一級一級咁上，係幾何級數咁上，就等於好似有啲家長問我，啲學生跟住會點樣進步？我唔知㗎，永遠佢條線係突然間咁，或者好慢突然間噗咁樣去，永遠佢哋嗰條線係點樣，我唔知道嘅。就等於你每日都持之以恆去做嘅時候，你只係相信啲正念，相信你自己越嚟越好嘅咧，咁你就吸引啲嘢翻嚟啦。咁到底有幾快幾多咧？你自己去選擇。即係而家嘅狀態只不過係短暫啦，咁但係。相信自己，或者係因為一啲嘅行動而令自己嘅相信會嘅種子會更加成長變大。係最緊要係你時時刻刻都做呢樣嘢。譬如你就係朝早起身做完，跟住唔記得咗啦，又繼續喺度妄自菲薄，夜晚又臨瞓先記得，咁樣冇乜意思嘅。係你要時時刻刻都提醒自己，當你一落到嗰下低情緒啦，或者落到嗰下想妄自菲薄啦，就睇下自己，我係好有價值嘅喎。
或者去個鏡度照下。我哋通常照鏡嚟啊，哎呀有暗瘡啊，哎呀呢度有黑斑啊，咁唔係咁噶。我真係望住自己對眼，我真係好有價值嘅，我係非常珍貴嘅。我能夠生存到今日，我係額外多咗24小時，我非常感恩。所以即係好似比賽或者鍛鍊一樣啦，即係嗰個開始好重要嘅。即係當然會有時行前2步又褪後1步啦。咁但係即係只要持之以恆，係可以好不一樣嘅唔同。所以咧，熟悉我嘅朋友可能都會知道，即係近排我每日都 Facebook 係 post 我做咗幾多組掌上壓。咁其實我都係好希望開心又有恒心咁樣去提醒自己，即係養成一個習慣。可能我未必係即係好健康強壯啦，咁但係我願意去為有我自己嘅健康付出，持之以恆嘅話，咁起碼會有一個即係唔錯嘅結果。越嚟越健康，越嚟越強壯。好啦，恆久嘅改變咧，就即係其實需要付出一啲嘅努力，養成一啲嘅習慣，愛自己，相信自己。非常非常之多謝阿 Miranda 嘅分享，多謝大家。